再来看这嘉义沿海布地的观光巴士这业者，甲环路山区的这起亚龙呢，为着要减轻天灾的损害，是拢赶伫个要未有风雨进前，开始来加强固定的作业，做好准备。观光铁牌业者用锁甲铁牌一只一只固定，一寡铁牌因为顶摆单仔式风台的关系，到今也未修理好势。即马风雨风台阁准备要来，业者只会当尽量做准备，希望莫有更加严重的损失。冬天的整个那个又是我们海上的一个淡季，对，好，变成说可能就雪上加霜。又遇到那一个现在遇台风又要来了，所以我们这就是这就是能够把自己的我们的生产工具先顾好了。除了海区的观光产业，如期万起啊产销活动的繁荣乡，虽然已经到三季的最后，但是也是有袂少园仔的起啊也未采收落来。各农烦恼风雨会甲起啊拢拍落来，嘛趁天气也好，赶紧来抢收已经到分的起啊。较成熟的、较红我已经甲收起来。哦，啊，遮就爱改变。改变啊，变到咱的变无着就是当肥料。风雨风台目前对家己地区也未带来风雨，但是因为顶届单仔式风台对家己地区造成真大的影响，所以即届大家拢真重视，希望尽量来做准备，减少风台带来的损失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